中市屯区艺文中心推出着暑期艺术营，要来激发着囡仔的美感甲科技艺术的软实力。台中市屯区艺文中心伫暑假推出2022暑期艺术营，今年结合数位潮流，以未来艺术实验做主题，结合艺术和科技。跟以往不同的是，我们今年有加入了科技的一个元素哈。今年暑期艺术营总共规划4批艺术课程，包括科学、科技、工程、艺术，还有数学，希望引起囡仔的美感，还有科技艺术的软实力。小朋友本身比较喜欢舞蹈跟绘画，所以就暑假闲没事就带他们过来。屯区艺文中心推出2022暑期艺术营，除了丰富囡仔的暑假期间，嘛培养囡仔的艺文能力，开发未来多元的发展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